大家好，我係張智霖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故事。512四川汶川嘅大地震，好多孩子喺一夜之間失去咗至親，成為咗孤兒。有啲就失去咗原本健全嘅肢體，變成咗殘障人士。唔少人擔心經歷咗劫難之後，佢哋有冇勇氣面對苦難？邊個有能力去撫慰呢班劫後餘生嘅幼小心靈呢？但係其實佢哋弱小嘅可能只係身軀，喺面對災難所能承受嘅能力，絕對超過成年人所想像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11歲嘅小孩子嘅堅毅故事。正所謂切肉不離皮啊！對於年紀小小嘅北川少年張吉萬嚟講呢，喺呢次經歷咗生死邊緣嘅時刻，佢盡力做好咗一個哥哥同埋一個乖孫嘅本分。喺大災難發生之後，由於不斷咁出現咗餘震，數以百計嘅僥倖者用盡最後一口氣，佢都要設法離開呢個災區，不眠不休，逃到去安全嘅城鎮嗰度暫避。張吉萬一家人亦都唔例外，但由於父母喺出邊打工，佢個阿爺同阿嫲亦都年紀老邁，只係得11歲嘅張吉萬勇敢咁擔起一家之主嘅責任，孭住3歲嘅妹妹，帶領一家人逃難。就算幾咁辛苦，幾咁攰，背上嘅責任係幾咁重，佢都冇諗過放棄，因為佢知道呢一刻佢係全家人嘅精神支柱。只要佢跌低，佢身邊所有嘅人都會跟住跌低，所以由頭到尾，佢一句苦都冇叫過。最後，張吉萬一家人終於安全到達咗綿陽收容站，而佢哋能夠成功逃離危險嘅境地，就全靠呢位11歲嘅小男孩堅定不移、堅毅不屈嘅勇氣同埋信念，足足行咗15個鐘頭。最後，佢都可以令到家人安全咁逃出生天。經歷過生死嘅考驗，人係能夠更加茁壯咁成長，綻放光芒。因為我相信陽光喺風雨之後一定會出現。希望災區嘅孩子能夠喺生理同埋心理上都盡早度過呢次困難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咁成長。地震震唔到我哋嘅精神，反而牽動到全世界堅毅嘅心。多謝大家。跟住落嚟，請大家睇下一啲四川帶翻嚟嘅片段。我们这里有一个帐篷学校，帐篷学校小孩有时候上学去了，但是说其他的没有人管的孩子，他们也基本上到我们这个地方来。我们老师来的时候也辅导我们，也培训我们，一定要给他的关爱，但是说你不要再次给他创伤。灾区的那小孩子来说，他的教师的人手还是不够，很多的帐篷学校在复课，但是他的一些学校的老师都是从各地抽调的一些志愿者。小朋友都很有爱，实际上他们都很坚强的。